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你哋係咪每日都乖乖咁刷牙嘅呢？小明呢，佢每晚都會偷懶唔刷牙噶，點知今晚佢就俾一隊士兵帶到去牙齒王國，幫手抵禦可惡嘅牙菌。究竟呢一場戰爭會唔會成功呢？一齊聽聽以下嘅故事啦。小波老師推出實體班啦，首先推出嘅係提升互動能力繪本課程、趣味普通話班同埋拼豆魔法學園。更多特色課程將會陸續推出，無論幼稚園定小學嘅朋友仔都會揾到適合你哋嘅工作坊。實體班4月份就開始接受報名啦，快啲 scan QR code 了解更多啦！小明呢好中意食糖噶，成日一粒又一粒咁食個唔停。爸爸就話啦：小明啊，唔好食咁多糖啦，會蛀牙噶。唔驚啦，唔驚啦。小明一邊對住爸爸扮鬼面，一邊呢又塞咗一粒棒棒糖落個嘴巴度啦。小明仲好中意偷懶添，每日夜晚呢都會揾各種各樣嘅藉口唔刷牙。媽媽就話啦：小明啊，早晚都要認真刷牙，如果唔係嘅話呢，就會蛀牙噶啦。唔該啦，唔該啦。小明一路頂住房門唔俾媽媽入嚟，一邊呢又喺個嘴巴度塞咗粒水果糖啦。呢日夜晚，小明食咗糖之後，又冇刷牙就瞓覺啦。瞓得冧一冧嘅時候，佢聽到耳邊傳嚟咗好焦急嘅說話聲。弊啦弊啦，牙菌入侵牙齒王國啦，我哋必須要去幫手啊！快啲幫手啊！快啲幫手啊！幫手！小明發現居然係一隊整裝待發嘅小牙刷士兵同埋小牙膏士兵噃。小明仲未反應得切，就被一束神奇嘅光芒帶到去牙齒王國。天啊！牙齒王國周圍都亂七八糟噶，好多保衛牙齒王國嘅牙齒士兵都俾粒粒嘅糖漿黐到實一實，而牙菌呢正喺度成群結隊咁瘋狂轉啊、挖啊、敲啊咁，好得人驚啊！牙菌一路做嘢，一路嗌晒口號咁啊！嘿呀，加油做，敲開啲牙齒挖個窿，破壞牙齒我最強！你哋睇下，原先呢潔白嘅牙齒房已經變黑晒啦，仲有幾座牙齒房俾牙菌挖咗大大細細嘅窿窿，情況好嚴重啊！消滅牙菌，保護牙齒房，我哋係最佳拍檔，出擊！一聲令下，小牙刷士兵同埋小牙膏士兵即刻向牙菌衝過去。只見小牙刷用長長嘅毛刷用力一掃，正喺度打窿嘅牙菌即刻就俾佢掃咗出去啦。小牙膏士兵都噴射出白白嘅牙膏泡泡，將一個個牙菌緊緊咁包圍起嚟。牙菌被打敗到節節退後，無處可逃。小明都加入戰鬥，佢用水龍頭向被糖漿黐住嘅牙齒士兵噴清水，幫佢哋將身上面嘅糖漿全部清洗乾淨啦。得救嘅牙齒士兵都迅速加入返戰鬥，趕走牙菌，保衛牙齒王國。喺大家嘅共同努力之下，牙菌大軍終於被趕走晒啦。經過統計，牙齒王國有3座牙齒房變黑咗，仲有1座牙齒房被蛀咗個大窿窿，其他嘅牙齒房呢都受到唔同程度嘅破壞。牙齒王國國王一邊命令牙齒士兵召喚牙齒修補匠，
入邊忍唔住向小明訴苦啊！最近牙齒王國幾乎每日都會落啲又酸又甜嘅飲品魚，大街上面嘅食物殘渣都嚟唔切打掃，牙菌軍隊就趁機入侵我哋嘅國家，唉！小明諗到自己中意食糖，但係又唔中意刷牙嘅壞毛病，即刻向牙齒王國國王詢問，如果牙菌入侵成功，會造成啲乜嘢嚴重嘅後果？國王好憤怒咁話：啲牙菌最中意破壞我哋嘅牙齒房啦！佢哋會先將保護牙齒房最愛塵嘅牙釉質磨掉，然後再慢慢向入邊挖下，最嚴重嘅時候，成座牙齒房都可以俾佢哋挖空晒噶，太可惡啦！國王一講起啲牙菌斑啫，就好嬲啦。我哋牙齒王國就最驚啲中意食糖又唔注意口腔衛生嘅主人，咁樣牙齒王國就會徹底變成牙菌樂園嘅呢。太可惡啦！我哋要點樣做先至可以阻到牙菌嘅入侵呢？我哋必須配搭好飲食，早晚認真刷牙，唔好食咁多糖，同埋唔好飲咁多飲品，咁樣牙菌就冇地方匿埋，我哋嘅牙齒王國就會強大起嚟啦。哦，原來係咁。好快咁，牙齒修補匠匆匆忙忙咁趕過嚟啦。佢哋係專門修補牙齒嘅人。國王下令盡快修補牙齒房，並且做好清潔工作。你哋睇，牙齒修補匠首先用工具將牙齒外面嗰層黑黑嘅東西磨掉，再仔細咁樣噴上消毒水，以防細菌滋生。跟住，修補匠又用鉗將專門用嚟補牙嘅材料填充返去窿窿入邊，再用工具將材料敲硬，最後將牙齒房打磨得閃閃令令，睇起嚟又靚又鞏固。原來蛀牙係咁樣修補好㗎。為咗多謝小明對牙齒王國嘅幫助，牙齒國王特登為小明頒咗一個牙齒小衛士嘅獎章。小明企喺高高嘅頒獎台上面，所有嘅牙齒士兵都為小明歡呼起嚟啊！恭喜晒小明，恭喜晒小明，多謝你保護牙齒啊！小朋友啊，請大家記住牙齒國王嘅說話，做一位英勇嘅牙齒小衛士，全力阻擋牙菌嘅入侵。牙齒王國嘅安全同健康就靠晒你哋啦！快啲嚟社群投票啦！大家中唔中意呢個故事呢？歡迎俾我 like 我哋喎。如果想繼續聽到更加多精彩嘅有聲書，可以透過贊助支持我哋嘅製作團隊啊！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